所做的因啊，都可消除掉了。所以啊，或者就讲说呢，完成的事啊都不固定，只要你心改变了，一切的遭遇也会改变。就是以往我们不知道、不明理，那个时候所做的错误，现在啊，它已经消失了，在我们心都已经透彻了解以后啊，它不会再呈现，所以啊就很重要，而且都一直佛经啊，然后看说以往啊做得很坏，然后这个改过以后就成佛了，那以往那一些要怎么？都讨不到债了，所以要了解到，我们既然能够成就了以后啊，佛讲，没有亲戚关系，没有朋友关系，没有一切关系的，你都要度的，何况跟你有关系的，你怎么不度？对不对？就不怕说冤亲债主啊，没地方讨债，为了讨过头了，更多的都给他，为了这个我们呢不会吝啬，